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今年第11回风台北陆第10分形成。8月开始，咱台湾会受到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各国有7个路线，风台拢会向台湾来，乡亲一定要特别注意，在拜六的时会上瓦近咱台湾。过头了后，熊熊下大雨，乌都摆落洪进入水内底。新北市三中区1点钟的雨量超过70毫米，街路4街拢积水，受到低压大影响，气象局下晡发布大水雨特报。台北市佮新北市拢出现雷公雨，雨甲在积水真紧就退啊。今年第11号风台北陆，嘛伫下晡2点3息，离台湾敢若1000多公里。气象局预测，拜四太平洋高压会开始变强，会影响风台往西，转会来接近咱台湾。整个的路径走法大致上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西南侧，预计是往西北边朝台湾附近的这个路径走法。如果是照现在官方的这个路径的走法的话，不排除会在23号礼拜五发布海警。气象局预测，8月开始外围环流就会开始影响咱台湾。预计风台接近台湾的时阵，会是轻度风台的规模。目前日本气象厅认为，风台会直接向咱台湾来。各国预报的卡路嘛拢预测讲风台有机会来登陆，不过针对登陆的地点，大家看法无同。目前来发展高压的强度来看的话，的确是接近到台湾的机会是相对偏高，大概礼拜6就会登陆到台湾，会是一个非常急促，让大家措手不及的感觉。专家提醒，因为风台离咱台湾真远，发布海陆警报的时间点会真晚近。预计风台伫拜六礼拜影响台湾上明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北陆风台上新的消息，咱先来看军图。目前风台伫咱台湾的卡边，咱来看这云图顶头会当看到讲，各地各国有7个路线，风台拢是会向咱台湾来。风台即马伫咱台湾的卡边，目前有偏南的趋势，伫咧拜六会上挖近咱台湾。拜六礼拜时，这风台真紧就会走啊。后礼拜1到拜3就可能会转做较稳定的天气。那今仔日的天气状况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水气有较减一寡。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伫咧南部、东南部共款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过到了后，中部以北、宜兰甲花莲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仔日高温大约是伫咧32度到33度之下斗。前几日连续落大雨，南投发生真侪灾情。仁爱乡的到83线断甲脆糊糊，仁爱乡长就讲，这个路昨下晡才拄啊会当行尔，也毋过暗头啊一阵大雨，路佫断去啊，有够害。沙片比面顶的土石流，那像一缸细缸的水墙强落来。这台轿车才行一半就掉伫遐，袂顶袂动，看起来就那像要互土石淹掉咧。驾驶想讲，这声海洋，好甲咧船面，还佫有工作人员及时来甲救。卡门已经破，这船已经破，已经甲它拖出来。拖出来了后较安全，伊推土机才落去清。瞬间就已经互你门袂开吼，你会唔知要安怎？你内底要弄开门嘛，弄袂开啊。我家仔有栏杆扎咧，无伊也甲你塞落去。人要甲咱救嘛，都歹救的。这是南投仁爱乡到83线的清风产业道路，去用掉伫内底洗车的车主想讲，好佳在迄当中有栏杆炸掉咧，若无早就去用枪落溪仔底。仁爱乡长表示，因为地当佫落几啊天的雨，造成佫有新的所在放弃，已经处理5天啊。那原本是昨天3点多那全线都已经清理完毕那在早5点多的时候又下了一阵豪雨因为我们上方处有一个新的崩塌地那所以导致我们这一次的土量太多了。那你看今天已经第5天了它都清不完，路都不方便了，也不安全了。
原本20下晡3点已经抽通的7米路，落雨了后5点外过一届来，互路无法度过。乡长建议顶级的单位赶紧挖一条深沟，互土石流会当排出去，未来嘛会当增加更棒桥。若无落大雨就无法度过，干那靠人工来伫遐拼嘛，毋是一个处理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苗栗县里南西里有土石流冲入去人家厝内底。伫泰安是挖进长片部落的路，因为水崩山，车路塌掉了。大溪收用流浪狗的狗仔园，因为山边强要放弃，规个狗仔园强要落落去坎卡。20尾暗暝，一场大雨造成苗栗泰安乡长片部落顶边的中枪道路，闹一摆大量的土石，正做300公尺的路沟埋河，交通中断。部落居民要登去南山川，都爱塞路。这边就是土石流的起点，它是从右侧的山坡那个水沟那边流下来。伫万里镇的南西里，水崩山冲入去徛街，掠甲厝顶拢放弃，家具用品和路沟埋树枝堆做伙，密密麻麻，好甲在人拢平安紧急疏散。一听到声音就已经滑下来，那个台风天都会，那个土石流都会下来，所以一直撤掉。塌掉了呀，拢变起来。雨水拢减大啊，所以讲比较快的土石滑落。伫台中大坑的庄妈妈狗仔园收容100多只流浪狗，昨日发生大规模的崩塌，狗笼仔和饲料拢压伫咧溪底，用铁啊搭的狗寮嘛不离啊危险。沙石啊，都一直流失了。哎呀，我看到从旁边一直流出来，很恐怖。还有昨天有一区又要瘫痪了，我就赶快请人在帮忙。伫中华花坛中关岛一段一间做配料印花的工厂，地当加上落雨，地基袂在，当土墙放弃，50批大的厂房后边已经乌空，机械嘛算长，业者估计损失超过300万。这栋已经算是已经全毁了，现在目前就是缺乏人家来把它土堆起来，然后浇灌水泥。钢土墙差不多放60公尺长，7公尺深，厝拢已经变形。崩塌的所在有坎布棚，防止地基阁继续流失。落一礼拜的大水雨和强降雨，伫咧中部山区和市区拢造成灾情，必须爱等天气较稳定了后，才会当进行后续抢修或者是损害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大水雨造成中南部农业损失真严重，农委会统计到20，受损害的金额大约是1亿4千万。受损害的区域包括南投以南的6个县市，所以按即马开始到月底，农民会当去申请救助。农委会嘛强调讲，会甲条件放较灵。8月12大雨造成中南部地区农业灾损，农委会除了到各产地了解灾损，也推出主动工具农损现金救助项目。屏东、高雄、台南、南投、嘉义、云林等6个所在，拢伫个范围内。就我们农粮署跟改良场同仁勘灾的结果，绝对损失超过20%，所以就可以符合领取天然现金灾害救助。那西瓜每公顷领6万，那其他的木瓜等这些的瓜类呢，是每公顷可以领75000块的一个天然现金灾害救助。那叶菜类是2万4到3万6不等。集合农损金额破1万，农委会会以现金救助、加利贷款等方式来协助。作为现金救助部分分成果树类、蔬菜类，金额为每公顷2万4到9万；设备部分补助液栽式或者是网式，加利贷款提供每公顷37万5到75万。农委会除了提供现金救助申请，也协助福建也呼吁地方公所较快来认定。只要农民有照相存证，那其实乡镇公所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受理完成这样的一个程序，以避免因为我们乡镇公所的人力那不足而拖延了整个现金灾害救助的程序。所以这个部分如果需要农委会这边提供更完整的科学根据，我们可以来协助。申请期限为21号到月底，农委会也启动技术服务团，辅导农民恢复生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来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早报有啥物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高屏地区气散岩年增率是北部的15倍，学者认为讲应该甲南部的空气污染有关系。高雄市甲屏东县政府拢表示讲，因这几冬其实已经正拍拼在改善空气品质。
来看苹果日报，新北市政府甲 Pokemon 游戏合作，10月初3到初6连续4天，会当伫新北市60个所在猎宝，而且是猎一寡真稀罕的宝。新北市政府是希望透过游戏，请大家去新北。来看自由时报，每年基本工资甲算点钟的薪水拢会调悬。全国中小企业总会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减税，也是补贴一寡配套，让中小企业会当较好过的。财政部表示讲，其实经济部已经有推出方案，嘛已经叫公股银行去办理。来关心香港，香港反送中示威也未收煞，传出有英国领事馆香港籍的员工郑文杰失踪去。即马中国的外交部是证实讲，伊是去互中国的警方行政拘留15天，嘛强调这件代志是中国的假大事，外界唔好插手。大批民众聚集伫咧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头前，声援到打已经失联要2礼拜的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员工郑文杰，希望英国政府会当展开救援行动。I'm h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Kingdom today. Is that we want to urge the UK government to step up and act now, save Simon now. I think China is tightening its grip on basically on Hong Kong and is using these diplomatic, like using these detentions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they are in control. 抗议的民众认为，真讲即阵无徛出来，后续中国只会更加两头清骨，进一步限制香港人的自由。主本表示不知情的中国外交部21对外证实，郑文杰去互行政院拘留15天。坦率讲，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但既然大家那么关心。我们还确实费了不少力气，向有关部门去了解情况。你提到的这个人，因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深圳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根据中国的法律，行政拘留是由当地公安机关裁定，无需要经过法院审问，就会使把人铐起来，不过上长袂使超过15天。更上强调，郑文杰是香港公民，并唔是英国公民，所以这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伊无法度干涉。香港警方也捌问过当地公安机关，不过即阵拢无得到答复。Maybe because this gentleman is under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do not receive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mainland counterpart about him in the mainland. 郑文杰捌伫咧台大读过册，因为伊伫咧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做工课，英国嘅外交部也正关注代志嘅发展。即阵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敏感嘅时机，郑文杰风波是毋是制造寒蝉效应，或者是引发香港人更加心肝火倒，也个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站无啥平静。香港的元朗地铁站真正有穿白衫的人乌白拍人，昨是这件代志满1个月的日子，所以示威者有去地铁站静坐，抗议警方掠凶手拢无认真。结果示威者甲警方相持，气氛有淡薄紧张。地铁被火器、喷扫桶强提来阻挡，或者是用镭射笔照警察，甲铁门摇落来，想尽办法就是要互警察瓦军。这个时阵已经是21暗时10点过后，部分示威者伫港铁西铁线元朗站甲警方对立。部分示威者不满情绪为人质转做具体行动，警察唔拿出列出入口，拢力量嘛建立警察防线，防暴并排。军啊、呼着水、在手段，拢已经准备好势，嘛赶快用闪灯组织媒体翕。好哩交在伫晚近11点过后，有不少示威者呼吁大家撤离，民众渐渐离开，冲突无进一步变大。有一摆警民关系紧张，是为伫21暗时有一批人先到元朗站真侪示威，趁白衫人暴力事件满1个月之间，表达对警方执法不力不满。當日7月21號。到而家都冇任何一個襲擊者係被起訴嘅。其實就我覺得嗰個安全感本身喺香港整體社會嘅氛圍其實已經冇乜㗎啦，而其中一部分大家不安嘅來源都係在於警察。
现场有人积极，警察甲乌道合作，因为事件造成40个人受伤住院，其中有新的负责人、记者拢向拍。县警方掠28个人涉嫌非法集结，暗过无任何被杀人向起诉，或者是因为伤着人向掠。示威了后，元朗地铁站第22，也就是今半暝提早关起来。港铁发表声明，强调对有人毁损港铁设施，家己使用站内物件违法行为，表示真遗憾。不哩个伫整理过后，港铁已经透早宣布西铁线服务正常运作，元朗地铁嘛正常营运。另外，美国总统川普21日在北京，嘛向问到是不是甲香港当作中美谈判条件。I don't view it as leverage or non-leverage. I hope it works out in a humane way, and I think that President Xi has the a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happens. 美中贸易战还未停止，川普一直无对香港明确表态，嘛不用等中国处理手段来讲这示威活动，最近受到各国甲民众批评。记者综合报道。各大香港反送中示威已经超过2个月啊！香港政府讲7、8月份去香港佚佗的旅客有影减真济，而且失业率冇变悬。那阵美中贸易战甲这件代志直直无法度收煞，影响会继续扩大。反送中的青年挂嘴暗手提票据，伫上班的时间来港铁石龙塘站来集合，发起无合作活动。因有的人是徛伫开门的车厢边啊夹票据，嘛有一寡人是徛伫楼梯边啊，呼吁市民继续来参加后个月1月开始的300行动。2个月以来，反送中的运动继续，大大小小集会不断。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表示，香港的经济受到中美贸易战，还有相关的社会事件影响。今年7月份到8月份来香港旅游的旅客是减真济。最近一礼拜，佮落尾4成，预计第3季的挑战更较大。另外，失业率嘛来到2.9%。最近嘅社會事件亦都令到旅遊啊、零售啊、餐飲啊相關呢啲行業咧都受到影響啦。如果外圍個貿易戰如果我哋目前發生緊嘅社會事件唔能夠早日停落嚟咧，係對個失業率上升係造成壓力嘅。陳茂波強調講，為着要減輕中小企業還有市民生活甲經濟壓力，香港政府撒香港錢191億，差不多新台幣764億的紓困措施，來應付經濟挑戰。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是形容即賣香港破病啊，呼籲袂當用壞吧，想要甲這個拍死的甲來透開。香港病咗，香港如今嘅局勢好似一團混亂嘅死結，想要解開呢個結。如果用蠻力去拉扯兩端，咁只會令到呢個結越纏越緊。曾俊華認為大家有權利知影真相，敢若真相才會當互香港重新開始。這是一個真長的過程，要考驗香港人是要繼續消滅，還是要重新對話。消息嘛指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這禮拜六，就會佇如何建立對話平台部分進行第1屆會面，受到邀請來討論的人差不多有20-30個。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咱來關心，之前咱有報講，歐洲有移民船內底嘅非法移民佇船頂無人愛收，所以因佇咧海面上已經流浪要3禮拜。即馬意大利嘅檢方第20一直要求甲船頂嘅人攏總叫來，嘛要甲船隻扣落來，所以等於講這83個非法嘅移民會當落船靠還。過去這天，佇蘭佩杜薩島外海苦苦等待，希望得到靠歡喜靠的西班牙人道救援船登開雙手號，20暗總算會當佇港口靠還。調佇咧船頂19天，因為雖然說各大港緊張的氣氛，不點疲勞的非法移民嘛攏全部落船，因為有人骹腿受傷，拜禮，互機港查咧急救護車離開。意大利反移民的內政部長薩爾維尼以人車集團的機動車形容佇咧地中海進行人道救援的船，堅決不准這一寡非法的非洲移民上岸。雖然法國、德國、羅馬尼亞、葡萄牙、西班牙、盧森堡這6個歐盟國家表示願意接受這一寡海上移民，薩爾維尼嘛是願讓步。西班牙20度派海軍巡航艦準備要去蘭佩杜薩島海峽接人，只不過要用3天的航程才會當到位。18到15個人因為無
度忍受船顶的环境愈来愈歹，都用跳船这样激烈的手段，想要用受的受象化。一名当咧调查萨尔维尼的做法是毋是有绑票嫌疑的CCD岛检察官，互医师为做伙顶船查看了后，20下令收押，展开双手号，并且要求船顶所有人拢爱撤离，才总算结束了这场人道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的外交部长昨昏因伫北京三边会谈，有针对北韩的问题做讨论。日本代表是有关心香港的局势，希望中国保持一国两制原则。南韩外交部长康家豪甲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握手致意，了三个人展开伫北京的三方会谈，针对香港过去一个月反送中的活动，河野嘛表達關心。除了香港的問題，對中國、日本的外交關係，河野強調過去一年兩國的關係是改善真濟，為了促進兩國的關係進一步發展，邁合作推動實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明年春季來拜訪日本。這個三國外交部長會議是過去3檔了後第9屆舉行。對北韓最近6屆試射飛彈，三方嘛確認會敦促北韓的無核化，做好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對三國的經濟合作，三個人嘛在聯合記者會面頂。中方願意同韓方和日方一道，不斷地拓展和深化我們之間的合作，來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攜手致力於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日本甲南韓外交部長嘛伫三方會議了後進行會談。日本媒體預告，伫南韓21號早起宣布，為23號開始，要對日本生產的部分加工食品、加農產品增加輻射量的檢查了後，雙方有緣會堅持家己的立場，這嘛互恢復兩國的關係變加更加困難。記者陳時東報道。有風聲講，美國嘅川普政府想要向丹麥買全世界上大嘅島嶼 Greenland 格陵蘭，這消息引起丹麥人嘅不滿，罵川普是喊呱呱。所以川普即馬是佇咧網絡頂頭宣布講，伊自本9月初要去丹麥訪問，伊即馬不愛去啊。探究到冰島參加北極環高峰會時間，新任嘅丹麥總理梅特弗瑞德里克森到參觀格陵蘭島上嘅航運業者，對之前丹麥調協批評川普政府拍算買格陵蘭新貴漢，被認為是互川普向取消丹麥行程嘅原因。梅特弗瑞德里克森原來強調格陵蘭交易案無啥物好講，原來也替川普講過，美國是丹麥上重要盟邦，地位無可取代。Der er selvfølgelig forskellige spørgsmål, der har interesse. Jeg tror, vi allerede nu kan sige, at det at få amerikanerne knyttet endnu tættere til det, der foregår i vores del af Arktis, altså rigsfællesskabet, er afgørende, og et endnu stærkere strategisk samarbejde landene imellem er vigtigt, både set med grønlandske og danske. 美國總統川普也伫取消丹麥行程進前講過，買格陵蘭對美國甲丹麥攏有好處，啊毋過毋是目前上重要議題。Strategically, it's interesting, and we'd be interested, but we'll talk to them a little bit. It's not number one on the burner, I can tell you that. 美國以前也常常向外國政府買過領土，為太平洋環到墨西哥灣，10幾個州嘅全部或者是部分，前後向法國甲墨西哥買嘅。而丹麥也甲美國有過領土買賣，加勒比海美屬維京群島，就是伫1917年由美國向丹麥買嘅。即擺成為焦點嘅格陵蘭，早伫19世紀就曾經有美軍駐佇遮。即馬伫島上嘅西北邊，侵入北極圈1200公里嘅土勒空軍基地，有長型武警雷達，由美國加拿大共同管理嘅北美防空司令部，那是作戰管制。主要任務是偵測太空中嘅衛星甲穩照動態，對超過發射長程飛彈時，對北美地區提供早期預警，有相當重要嘅戰略地位。記者綜合報道。印尼東部西巴布亞原住民較濟所在，暗晡開始直直有民眾行上街頭抗議，因為頂禮拜六是印尼嘅獨立紀念日，有43個佇外地讀冊嘅原住民，因為涉嫌對印尼嘅國旗不敬，互警方抓起來，引起原住民不滿。
警方向抗议的民众等催泪驾驶，也搁泉水，要甲因护走，无要互因继续伫咧街路破坏公务。为拜一开始，印尼东部西巴布亚省有几个城市小连续爆发示威的运动，毋拿首府曼诺夸里地方的议会大楼去放放火，上大的城市索隆一间感觉也安尼导火，有超过250个犯人趁这个机会竞选，只有少数的犯人伫咧代志发生了后自动转来感觉，当地机场也搁因为去放破坏，特殊航班取消，造成小连续暴动的原因是印尼第二大城4岁有43个巴布亚大学生，17个时因伫咧印尼独立纪念日涉嫌对国旗不敬，想要毁损，所以去互当地警方铐起来。虽然因伫咧隔工就去互放出来，不过有关单位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而且无好好对待学生，互真侪巴布亚人真不满，全气噗噗行上街路抗议。Kita bergandengan tangan, kita bersatu hati, tanggalkan perbedaan persepsi, kita tonjolkan kebersamaan, persatuan, kekompakan di antara kita, baik orang Papua asli dan non Papua. 西巴布亚省也有巴布亚省属于前荷兰的殖民地，在1961年的时宣布独立，不过过无偌久，就去互纳入印尼的管理范围，成做印尼领土的一部分。为迄阵开始，双方全因为独立的问题一直发生冲突，至少在咧当地印尼军队是几个届去互指控侵犯人权，因为接落来可能会出现更较大型的抗议，即阵印尼当局已经加派警力在咧当地支援控制情势。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这零检判，美国加州有一间健身房，驾照标记变做发电机，互人客会当拿走拿发电，家己要用的电，家己走来欠，1减2个，是省了真侪要爱环保、注重环保的人来遮运动，来遮交关。美国加州一间健身房为了省能源，甲健身装置这电源转换器，人客伫跑步机走愈紧，产变的能源就愈少。新鲜电力都提供予健身器材，若是阁有剩会欠伫电池，人少的时阵用来开电火。This is Sacramento Eco Fitness. What sets us apart from every other gym is our cardio equipment. And as you see behind me, I have somebody right now exercising, but while they're exercising and burning calories, they're actually able to produce watts, which we use that energy to power the facility itself. So we're harnessing the human power to produce clean energy at the fitness facility. 若发电量有偌济，爱看每一人运动强度甲时间。以规轮课来讲，全班差不多10个人，会当发出1000到2500瓦特的电量。若是讲用一般速度，一人20分钟运动，会当发出20到50瓦特的电。这友善环境的健身器材，嘛互真侪关心环境议题民众来遮运动。Well, working in the environmental testing industry,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me that everything is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So combining fitness and something that's, of course, really good for you and the environment is just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ideas that anybody could ever come up with. 对健身房头家来讲，目前刚是拄开始，未来伊希望人客家己发出的电有够供应规个健身房。按照更加大的梦想，就是会当提供规个家用电。记者综合报道。有人暗时会去 pub 啉烧酒、跳舞、送一个享受生活。若新众朋友呢，发觉有一间 pub， 因每2个月就固定为这新众者开一场专门专工，互因会当放轻松的空间。对音乐跳舞有100多个心心障碍人士做伙伫咧 pub 跳舞，甲边仔的查甫查某做伙摇咧摇咧，享受 pub 内面灯光闪闪烁烁、迷人的气氛。即间伫咧法国米卢斯的 pub， 2个月一届，伫咧礼拜四的暗暝，拢会变作是当事症患者，也有其他身心障碍人士专用的空间。为暗时8点开始，一直到半暝，互为无共所在来的人，会使伫咧遮熟悉对方，互相交流，甚至有一寡人伫咧遮找到伊的安娜达。Ça, c'est un exemple de société inclusive. C'est-à-dire, voilà, on est au cœur de la ville, on est dans une boîte normale. Voilà, on n'est pas déguisé, il n'y a rien de spécial et on se côtoie dans cette boîte.
虽然PUB欢迎身心障碍人士来消费的案例并不是介稀奇，不过亲像安尼会使继续维持的案例介少。过去6年来，逐场身心障碍人士拜四来遮佚佗的暗暝，拢会吸引超过100人来捧场。有袂少照护中心，拢会替学员固定安排去PUB佚佗的活动，甚至伫咧因出发进前，会特别请美容顾问替因西装打扮，互大家会使以上水、上缘投的模样去佚佗。J'adore danser. C'est ma passion. Pour voir les copains, boire les verres avec les copains, tout ça, voilà, des soirées sympas. 去 PUB 跳舞佚佗的活动是互真侪身心障碍人士真介意。若办活动的单位表示，这个活动希望会使互更较侪身心障碍者建立自信，也互因甲普通人共款享受娱乐。记者综合报道。2019羽毛球世界锦标赛，东区有咱6组台湾选手比赛，其中咱台湾的球后陈子颖，也有球王周天成，拢有拍赢对手，顺利晋级。男子双打这部分，咱台湾的选手冇晋级。世界第2陈子颖羽球世锦赛跳过头一轮，直接拍第2轮。第场比赛面对世界第28的印尼选手菲特里亚尼，头一局无伤困难，先以21比15踢掉。陈子颖过去甲这印尼20岁选手并无交手纪录。第2局陈子颖节奏变较紧，嘛消耗对手体力，最后一棍头连续摕到8分，以21比14拍败对手。陈子颖刚用33分钟就过关了，下一轮要对决世界第29的南韩选手金家温。若即马球后，日本选手山口茜伫头一线就输世界第32的新加坡选手杨家炳，只要陈子颖会当进入世锦赛8强，都有机会重新角逐世界第1。卫冕下届台湾选手白牛撇，第2轮拄到世界第5的印度选手辛杜，第1局最后却对手扭开，以14比21第1局输去。白牛撇伫第2局是1-6，佮我挑战取得11比12领先，可惜落尾也是以15比21输去，无缘绿牌，个人伫世锦赛晋级16强上好成绩。台湾选手周天成第2轮面对世界排名第116克罗埃西亚选手，这是21比14、21比10，仅用32分钟就晋级。台湾的人将组合王泽林甲李勇嘛顺利晋级16强。下一轮要面对南韩的崔帅贵甲徐新赛。因伫第2轮拍65分钟，才拍赢世界第1印尼组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的国务院批准那个 F-16V 战机予咱台湾。总统蔡英文除了向美国说多谢，嘛指示行政院要编好特别预算，送去各国审查。严格即马，中国外交部已经呛声讲，要来制裁有参加对台军售案的美国企业。美国国务院批准军售台湾总额超80亿美金，66架 F-16战机，表示美方要予台湾有够自我保卫能力的决心。总统蔡英文伫人民册面顶对美方表达感谢，嘛鼓励国军，这是新空军起飞的开始，做回来保卫台湾的领空。面对中国继续来甲咱压迫，蔡英文强调讲，台湾绝对袂来起无空。面对中国，台湾不挑衅，但是我们也坚定地捍卫国家的主权跟人民的权利。那么，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作为，并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今天中午，总统也请行政院苏院长就这项军购案，尽速完成特别预算的编列，来送交立法院。自从1992年台湾向美国买到 F-16AB 型战机以来，美方佫一个来卖予台湾新型的战机。学者分析，美方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毋但是对高科技硬体设备，嘛包括 F-16战机飞行员培训计划等等的军事软实力的方面。这个军售案批准，嘛会当看出来，美方甲对台军售甲美中关系做一个改善，要予台美的关系正常化。军售案它就是一个很重要指标了。目前美国它采取了整体的战略，贸易战、科技战，还有军事战略上面的制衡，很清楚了，就是要避免，就是中共它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那对周边的国家造成威胁。台海安全建设中心主任为副研究讲，这届军售可包括有 GBU-54雷射导引联合特工大海的导引弹，会当予直直落落来的铁壳炸弹变做精准的导引炸弹，提悬炸弹的准确度。面对美台军售案继续的进展，
中国外交部佫一改表达争议的态度，讲会来制裁参加军售台湾的美国企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伊讲刷落来，伊要去美国访问，即马伊是先受到美台商会邀请，专工来台北演讲。也毋过进前，伊捌讲伊家己封装追踪器。总统府是讲叫韩国瑜赶紧提出告诉。若对韩国瑜是无讲啥，颠倒是市府有发表声明，认为讲若是国家机器在监控，提出告诉嘛无效。白天是 student， 晚上是 American Club security guard。最近毋若要访问美国，佮受到美国商会邀请去演讲。韩国瑜表示，这是一场机关之旅，佮回想起过去做工会的经验。毋过，敢若开放2分钟，就以演说无要讲政治，互媒体请出场。对前几工，韩国瑜讲车顶互人下追踪器，总统府有爱随提告，有严禁侦办调查清楚。没有，我一直讲过，针对追踪器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切，我已经正式发表了声明，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去赘述。韩国瑜唔愿意加讲为怎样无要提告，颠倒是高雄市政府声明直接表明提告无路用。新闻总统蔡英文2011年抨击马政府的时阵，是毋是嘛有提告？运用国家机器所进行的监控，提告有啥物路用？莫逼韩市长家己去做无意义的提告。这个所谓有追踪器，还有很多的这个疑虑，目前是在合理的怀疑里面，非常的有这样的疑虑跟担心。那么并没有已经查到所谓在引擎盖或什么样的这样的地方。只是国民党最近真还无进展，换如的风声不断，中常委嘛赶紧出来澄清，希望各县市党部挂韩国瑜的看板来辟谣。各个立法委员的候选人，的竞选总部啊，也应该合影挂出来，来显示本党啊的团结。不会换的，绝对不会换。我想，如果存有这种幻想的人呢？应该做梦也要醒了啦。国民党宣示袂换如，韩国瑜杀落来嘛爱冲选情。22中昼会和顾问团进行头一波国政直播开讲，聚焦伫能源议题，包括电气核数。韩国瑜受访问的时阵，专讲讲到2个前提：第一是人民同意，第二是安全无忧，核数必须爱电启动。记者综合报道。若明年的总统大选敢有第3组人？即马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因3个人确定明仔载要见面啊！因会做伙参加伫台北的823纪念活动。另外，最近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旺集团的董事长蔡英明互相呛声。郭文哲昨昏是搁一摆批评讲，咱台湾有这款媒体，敢搁需要敌情。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旺中集团董事长蔡英明互呛，前一天郭文哲讲家己甲国台办是对手关系，被蔡英明回呛国台办敢会将你当作对手，也是利用献出诚心的方式解决表面上过招，和郭文哲再度呛声。国台办对我来讲是一个要一个打交道的对手啊那请问旺总，你跟国台办什么关系啊？他这个红媒的标签，也不是我们跟他贴的，这个台湾有谁不认为他是红媒？所以有时候在讲呢，台湾有这样的媒体，因为我们那里还需要敌人。郭文哲这几日甲旺中全面开战，佮要促成贵国王吉平传出郭台铭电影为外制作连续 App， 也对幕僚下战备动员令，不过拢被后人只是透露2礼拜内贵国王会安排见面讨论国事，3人吉平也无定限。另外一边，民进党已经征召议员柯秀华、高嘉瑜参选立委，柯秀华发出白力合作，高嘉瑜讲要一个第3势力拍赢选战。党内的人员不是很好，然后也有蛮多的争议哈，但是民进党还是不计前嫌，不计毁誉，然后让年轻人有机会。新潮流战术会上点火就是这样，真的是了不起。新潮流战术会上点火。高嘉瑜过去被列为友国派，即马得到党提名参选立委，媒体追问指控大选总统选一时政党票，敢过会支持郭文哲？总统会全力的支持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小英，政党票毫无疑问要全力的推广，争取所有的政党的票投给民进党，这是所有提名人的义务。民进党定调白力合作已经成为过去，2020大选，民进党甲郭文哲关系，恐惊已经是愈行愈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是大力量区县伫8月中的时是失掉党主席。昨昏，时代力量选出立法院党团的总调徐英明来接党主席。我这边公开喊话，我随时都准备好，
这个要谈多少次都没有问题。除了选举之外，其实我们还希望一些政策的立场跟价值。那期待下次跟左主席见面的时候，其实可以请柯总召一起来，我想可以把政策、选举其实一并的谈。新一名强调讲，伊会用开放的态度，未放弃甲民进党讲合作的机会。也毋过，讲唔要支持总统蔡英文连任，新一名是强调讲，这就要等到9月中党代表大会了后，才有法度做决定。伊是希望讲会当伫咧2020的立委选举内底，政党票爱拼讲提到100万张票以上，要来争取不分区立委的名额。伫咧区域立委的部分，嘛会阁继续冲。电影放送头镜头来去台东，伫台东的东河台湾邮局发现一丛100年的咖啡树，等于是见证咱台湾的咖啡产业有100年的历史。做伙来看。见证台湾咖啡历史的这丛东河乡台湾悠久100年的老咖啡树，台东县政府和东河乡公所专工为伊采碑纪念，佮邀请日本老牌的咖啡企业第3代来参加，希望用相近的精神促进两国咖啡产业交流合作。我妈妈年代是1921年还是20年出生的，他就知道这个咖啡。在此能与各位共同合作。我感到非常荣幸，藉由这个金杯仪式，带动我们整个太原盆地内的观光产业的发展。地主讲，自从世界大战了后，资本进规大片的咖啡园，为着要改进柑仔类的果子全被撤掉，干那保留这丛。澳台附近各生出另外6丛咖啡树，即马伫东河乡种咖啡的面积已经超过40公顷，豆豆啊开阔咖啡产业。但是要让东部的咖啡行出家己的风格，爱搁较拍拼一寡。去把它咖啡真正最干净、最原来的味道找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目前台湾的咖啡产业碰到一个最大的瓶颈。台东县捌伫咧日治时期是日本咖啡重要的产地之一，但是伫战后没落。不过台东县政府统计，即马全台东县种咖啡的面积已经扩大到176公顷，变成全国上大的产地。这个日本咖啡企业来交流，希望会当发展台东咖啡外销的管道，并且建立咖啡农游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第3中徛社区为着让一世人拢在做农的时代，食老有无同款的艺术体验，开真侪艺术课程，其中画图上界受欢迎。经无同的画笔，一笔一笔认真擦色，详细一看，是大人当伫咧画即阵正流行的曼陀罗。曼陀罗这种画是以空啊为主体，代表无欠缺，真圆满。听讲画煞可以互人有心花开的感觉。12色咧啦，擦色都人看咱家己介什么色就擦什么色安尼。来个我真好啊，来遮活动较好啊，有多做人看电视啦，多久了啊来遮哦，社区办得真好啦。感觉讲安尼，互脑筋哦动一下动一下安尼，互伊运动一下。啊，为了心情诶。为了那好看的话哦，感觉讲有成就感。南投德山镇中家社区提供无同的艺术课程，曼陀罗是其中一个，要互厝内底无聊的老大人会当来社区当读课学创作。因为曼陀罗这个艺术这个画有很多样的一个变化让他们觉得在他的眼睛还有手眼的一个协调能力上能够更增加他们的一个专注力。在咧中家社区有遮侪是大人，少年的时也低头无用做事，退休了后因到社区刻画笔，画出心内的愿望甲愿满。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落实在地农化，和社区的时代活动筋骨圆满农化，云林的基督教病院伫西里的河南社区是设施级的长照服务站，嘛有替时代安排一寡课程，照顾因的健康。用手伸好滴，再个豆豆啊向前，将筋留好开。阿公阿嬷认真运动，这是西里河南社区的活动中心，时代放轻松的好所在。我逐工拢用行路的来，但是我行路我拢第1名到位。我运动了，我的手，我本来手是安尼，即摆我的手有法度安尼。本来行袂起来。本来行袂起来。
来运动，感觉讲身体甲这个论脑部吼，拢有较精神，有较好运的啦。为着落实长照2.0在地老化的愿景，卫生福利部正骨力伫咧乡镇设立长照站，希望时代伫咧厝的附近，就有人通好陪伴做伙活动。这是由咱云林基督教医院来主办，吼，阮是出这雕塑，吼，甲阮社区的老人，吼，来这办呢，吼。星期1到5会安排运动及预防失能的活动，也会准备营养餐来管控长辈的饮食状况。斗相共注意时代的食食习惯，到固定运动的时间。社区长照站希望提升时代的生活品质，让老人的生活有更较侪色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官店唔但有好食的菱角，嘛袂记当甲这乌酥酥的菱角壳来变做菱角炭。菱角炭唔但会当消毒臭味，嘛会当摕来做杀蚊，会当摕来趁钱，变做另外一种乌金。台南官店出产菱角，菱角除了肉好食以外，一堆一堆乌麻麻的菱角壳，竟然可会使变做乌金，用菱角壳做菱角炭。在地有好不散，也毋过欠行销。官店的替代艺人王建宇，都用伊的专长来做设计包装。就是有跟菱角炭相关的厂商，我就是帮这4家厂商去做包装的再造、品牌再造，然后就是用我刚才提到的概念，用这种概念去做整个城市的形象整合，这样子。本来无路用的菱角壳要搁利用，伫官店区长的推测之下，研究团队开2个月的时间，要甲粪扫变作是社区经济新来源。经过回收、碳化、清洗、手工包装、拍打，才定数，所制作出来菱角炭，唔但会使消毒臭味，也搁会使烧做粗灰仔，也是摕来做地壳。所以咱就是介意有介连接的部分吼，咱像讲介用炭介做杯啊。咱就使用设计，帮伊设计，帮伊卖，好啊。其实帮助伊嘛，帮助咱社区，因为呐，伊杯也卖了好，咱的炭自然就出去啊。对官店区经济地图会使发现，官店乌金、菱角炭甲其他商品的开发，是因为有真侪社区做伙投入，才有法度落实循环经济的环保共好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台南的南西是有一群查某，因做过组一团农工团，伫采收期、小棒盘互相斗相共。进入果子树的三小班，因是第50班，拍破三小班，拢是查甫人较侪传统。这人伫树顶爬悬爬低，唔惊危险，无用去挽果子。毋过详细去看，会当发现大部分拢是查某较侪。这是台南南西青龙家己成立的农工团。主要伫水果大出的采收期，大家当互相斗相共，解决欠工的问题。今年5月，农会辅导成立果树三小班第50班，嘛拍破往年敢若有查甫的传统。我们农村有在地缺工的问题，然后由我们的这一套模式去做是成功的，所以我把它复制在竞赛上面，我把它变成一个产销班，我希望把这个效益在我们地方上拉到最高。他们就自立自强，把他们的专业带进来，他们的自己工作做完之后，他们可以协助外县市的，协助别的乡镇的农民是缺工的问题。农会希望三小班成立了后，第二回老化又搁严重欠工的农村。少年仔会当接替老农的工课，让在地农业继续发展。所以成立头一档都有人所种的山野，成功外销到日本甲韩国。以往产销班有很多就是年纪大了也没办法运作，就是有需要他们这边年轻人的上来，所以说我们还尽力辅导他们组成这个班。有年轻的男生是青农，很年轻，他跟着我们学习怎么栽种芒果。他今年第1年进来，他外销日本、韩国的验药就过了。对啊，你一般的产销班他并不太会去辅导说新进的农民该怎么做。成立三小班第50班，嘛会当扩大农工团的效益，带领少年仔做伙学习，自种植、采收、行销，建立良好的管理系统，让查某人伫现代化农村嘛有美好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要甲乡亲讲，咱的身份证要换哦。内政部是咧推动新型的数位身份证，即马有风声讲，国旗会出现伫咧正面的倒边角。行政院是讲，其实详细内容也是爱等讨论通过了后，才有法度确定。
内政部要换新的所有身份证，是毋是有国旗的图，捌引起讨论。啊，毋过传出新的身份证倒边顶头会有国旗，阁会标注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甲去年摕着丁选设计奖的作品真相共。整个数位身份证的推动，我们会持续的推动。那相关的细节，我们会等明天行政院院会经过院会确认之后，我们会对外来做说。新的所有身份证预计伫2020月开始换，逐张卡的成本无到200块，而且一张卡有多功能，会使选择介接着健保卡、驾照。对比着即卖身份证，外显的资料敢若有名、相片、身份证号码、婚姻状况，加强保护着个资。另外，伫所有时代，互人真关心的安全性，会有超过20度防止人假造的装置，隐私资料加密保护。传出上近22号都会伫行政议会来讨论有关数位身份证案在明天的院会是否会排入议程，进入正式的讨论，目前还不确定，因为议程未定。新的身份证嘛会有虚实世界身份识别、数位签章等8大功能，方便民众会使用伫各项网络的申办服务。加密的资料必须要民众同意，而且要有密码才会使用，毋茫使落实自信自主。记者欧阳曾志成台北报道。咱国内卖物件的店头保得利，因为中国的观光客减少，即马公司按算互员工缩短上班时间，未来嘛无排除休无成假。在新北市永和的保得利总公司员工正常上班，不过全投资的大雄旅行社已经对员工发出减少工时协议书的调查，表示因为大陆客已经落加过去的1/3零损员工，是不是愿意暂时性减少工时？方案之一是每礼拜上班3天也上加薪水。公司财务长强调未裁员，不过随着大陆客减少，无排除放无成假的可能。陆客减少，当然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预估团量，当然会处于比较悲观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相关多余的人力要移到其他的关系企业。那如果其他关系企业有些员工不愿意到相关的关系企业去就业的话，那可能就会有无薪假。保得利下骹有合作游览车甲饭店，公司专投资旅行社专门接待大陆客。下骹上趁钱是购物店，为大陆客入境开始。食大买物件全拢包，目前伫高雄甲台东拢有店面。今年3月份平均单店营收4000多万，6月落价差不多1500万。对着大陆客来台禁令，业绩可能会继续落。为改善财务，当初会之前决议办理减资，面部亏损也是计规划转型，希望将员工转入新事业单位。不过过渡期，这员工可能面对无薪假。旅行业如果有受到这些冲击我们现在也建议行政院召开跨部会的会议，看怎么样能够对他们在有一些纾困融资或者是贷款上面这些租税上面的一个协助。旅行工会表示，大陆客减少的效应也无完全出来，业者面对无薪假只是一小部分。这波冲击将是开放大陆客来台以来上大的，到年底会减少100万名大陆客。记者综合报道。有137年历史的台南中英中学，风声讲要减老师的薪水，老师赶紧成立教师会要自救。学校是强调讲，完全拢是因为少子化高不中的。已经有134年历史的台南中英中学，是全国第一间高中。教学的风评是袂歹，毋过却传出讲有董事会要求教职员来减薪水，算算咧，有的老师上济去互减薪水3万块，平均拢减要1-2万，而且还有新来的老师减薪水了，连2万2拢无。本月份不发放教师研究费，还有职员工的专业加给，然后在8月20，学校也确实没有发这笔款项。那受影响的家庭有250多个家庭，职员工跟老师大概每个人少领了1万多到3万多不等。教师指控学校度民国100年到105年，学生的数量平均是5000多个人，扣掉支出，每一年盈余拢超过1亿。那加上前日校长落人进前，学校内底存的资金，照道理讲，学校的资金累积应该超过10亿。即马使用少子化的名义，爱教职员来减薪水，互因这个有人拼空自产。这6年来，我们的累积盈余应该要超过6亿以上。校长卸任的时候留下的现金超过3亿以上，只用了一个少子化的名义，那就说要把这10亿全部都花完，而且不够。
我们原来有5000多个学生，我们现在剩下3000个学生。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数字，收入跟支出就会很明显。那老师当然受到保障，所以我想这个不可能是一个很明显不会跟着学生收入跟合作会减很明显。市学校的资产无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少减坏触及，因为学生的人数拄6000个人，一度降到即卖的3000人。虽然讲也是台南各中高中人数上济学校，毋过学费无起，学生搁减买一半。这段期间替教职员调薪水2届，搁有负担退休人员的费用，才会无够，会搁积极来甲教职员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中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7度；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庆珠，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